6,200第二课。我吹紧着堂给根，我们的班级和老师。我吹录这能啦，紧着堂健康忙报月。我们的学校里有许多班级与教室。健康姐姐能啦，就这堂骨架月。每个教室里面都有桌子和椅子。健康姐姐能啦，那帮人昂月。每个教室里面也都有一个黑板。今仔日那帮起电图，三六起一个几起月。老师在黑板上面用粉笔来写字。健康热热人啦，有空逆热月。每个教室里都有2扇窗户。有空提大起人内拢怎么用起热？从那些窗户里吹来干净的风。健康起七落树给你路虐热下月。每个教室外面都摆放着一个垃圾桶。我吹健康怎么热起月？我们经常维持教室的整洁。健康怎么蛮热呢？如果没有维持教室整洁的话，给根起加捐当起月，老师就会训诫我们。我吹录这人啦，给根喜月。我们学校里有4位老师。给根吹我吹了抢救当起月。老师慈爱守护着我们。给根那年我吹爸妈躺着瓦营。老师们就如同我们的父母一样。给根那年我错了一个几档堂落档。老师们教导我们如何写字、读书。给恰学当所也入给军决参马6个月，以及说话等等所有高尚的行为。我最惊给根啦去学堂只咕噜数起月。我们对老师也非常尊敬与爱戴。我吹录这几浪军决所参马亚波乐长。我们学校的纪律行为等全都非常良好。参妹我吹录这了个波切基月。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学校。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。啥家开热人啦，开热堂开热忙波月。什么地方有许多什么和什么？录这人啦，紧着堂健康忙波月。学校里有许多班级和教室。吹人啦，硬巴堂预备忙波月。
湖里有许多天鹅和乌龟。扎汤基登拉大唐亚芒波远，草原上有许多马和牦牛。塞口雷登拉收恰当基星芒波远，地球上有许多动物和植物。卡瑞热热囊拉，卡瑞卡翠热月。每个什么里都有多少什么？健康热热囊拉，九空逆热月。每个教室里都有2扇窗户。康巴热热囊拉，康密亚热月。每个房子里都有5间房间。木扎热热囊拉，科罗西热月。每个车子里都有4个轮子。拉康热热囊拉，滚扎松热月。每个大殿里都有3尊佛像。九空提大气囊内开始用气热。从那些窗户里带来什么？九空提大气囊内拢脏吗用气热。从那些窗户里吹来干净的风。九空提大气囊内恰给念波用气热。从那些窗户里传来悦耳的鸟鸣。九空提大气囊内戳记记米味用气热。从那些窗户里带来和煦的阳光。九空提大气囊内唐西气大卫用气热。从那些窗户里带来清凉的月光。可是开始马前啊，所以开始切记月。如果没做什么的话，谁就会做什么。可是怎么慢点呢？给根去卡卷能起月。如果没有维持整洁的话，老师就会训诫。可是吞了马前啊，怕妹谢谢东起热。如果没有和睦相处的话，父母就会责骂。可是念lên马前啊，拉妹有伤能起月。如果没有实修的话，上师就会纠正。七声生词。lớp学校。紧张班级。健康lớp康教室。忙波许多。谁每一个。桌子桌子。骨架椅子凳子。哪个帮黑板。开始一点土什么的上面。三 nuke 粉笔。一个级写字。
九空，窗户。Thấy đặc， 那些。Lung， 风，空气。脏吗？干净的。容，来，将会。Chilok， 外面。Kenny 撸虐，垃圾桶。匣把，酒把。安放，放置。Nir， 保持，保存。Gagwenang， 训诫。Chamgyonang， 慈爱守护。爸妈，父母。卡这唐扎瓦，和什么相似？以给指当，写字方式。落当，读书方式。给恰学当，说话方式。Sok， 等等。Yarab， 高尚，上流。君爵，行为，举止。苍妈，全部，大家。Loop， 教，学。Kyshap， 尊敬，恭敬。Zigururu， 敬重，爱戴。Shu， 呈上，现。Jilam， 纪律，规矩。Yakbo， 好的，良好。长，所以。嘎波切，喜欢。